大家好，我哋係香港專業學院黃克競嘅學生，而家就讀於 HT1141012A 班。我哋嘅組員有陳家寶、邱偉亮、梁家豪、何永軒同埋陳思華同學。我哋今日嘅主角係黃小姐，佢係一位辦公室嘅女職員，鍾意瑜伽同埋注重飲食健康，但係佢喺午餐嘅時間覺得好緊迫，所以我哋會通過佢嘅故事嚟揭示大家樂 App 需要改進嘅地方。好肚餓啊！仲有半個鐘就放飯啦，諗住食咩啊？不如食大家樂啊！佢哋好似有好多嘢揀喎。但係我今日放工要上瑜伽班，想食健康啲喎。大家樂有冇健康嘅餐點畀我選擇？加上我哋食飯得1個鐘時間，次次喺大家樂叫外賣都唔知幾時有得攞，都要喺鋪頭度等好耐。呢個係好耐以前嘅事啦，你唔知大家樂 App 更新咗咩？而家 menu 仲加咗好多新嘅菜式添。開個 app 嚟睇下。好啊，我而家開畀你睇下。咁我而家就向大家介紹下大家樂新增嘅功能啦。咁就分別有健康之選按鈕、菜單顯示卡路里同食材、攝取卡路里嘅總數，仲有埋隨餐嘅信息，例如震動同音效功能，仲可以同 AI 客服預計可以攞餐嘅時間。首先介紹第一個功能係新增健康之選嘅按鈕，用戶可以喺界面嘅左邊見到健康之選嘅logo，跟住就撳呢個按鈕之後，將顯示出健康嘅餐點選擇，咁樣顧客就可以好輕鬆咁揾到符合健康飲食需要嘅餐單，提升用餐嘅體驗。第二個功能就新增咗顯示卡路里同食材嘅選項。以前大家樂嘅 App 只會顯示餐點嘅名，咁就可能會令顧客唔夠清晰。而家只係需要喺菜單嘅下方就能查看個餐點嘅卡路里同食材信息，幫顧客做出更好嘅選擇，提升用餐透明度。第三個功能係新增咗可以隨餐嘅信息、震動同埋音效提示功能。之前大家樂嘅隨餐通知只係可以喺 email 發送，咁就客人就冇辦法即時收到通知，加上用起嚟唔方便。而家餐點 ready 好嘅時候，應用程式就會發出震動同音效提示，等顧客能夠快啲獲取隨餐嘅信息，提升用餐嘅便利性。而家更新咗之後，可以通過電話接收到隨餐嘅通知，咁就代替咗以往通過電子郵件嘅方法。除咗改為電話信息通知，仲增加咗音效同震動功能，類似鬧鐘嘅持續震動。使用者需要按下停止按鈕先可以暫停，確保唔會錯過通知。除咗震動功能，而家仲可以揀埋播放大家樂嘅主題曲。以前唔會通知可以取餐嘅時間，令到客人唔知道幾時可以拎外賣，成日喺店出面等好長嘅時間。而家埋咗單之後會顯示餐點嘅取餐時間，客人可以根據顯示嘅時間拎餐，唔需要浪費時間喺門口等候。喺埋單成功嘅界面上面，除咗會顯示原本有嘅訂單 number、內容、價格同埋取餐地點，而家仲會顯示埋顧客訂單嘅總卡路里數。點擊機械人標籤就可以同 AI 傾偈，解答你嘅健康資訊，仲可以提出餐飲嘅要求，AI 嘅客服會推薦最適合嘅餐點。原來多咗咁多新功能啊！我即刻嗌外賣先。AI 推薦我食菠菜蘑菇炒蛋白。個 app 顯示而家嗌外賣12點50就有得攞啦。我電話收到震動通知啦，提示我哋而家可以去攞餐啦。今日嘅介紹就到此為止，希望呢個 video 可以幫你哋更加了解到呢個大家樂 app。如果你對我哋嘅新增功能感到興趣，呢度係邱先生嘅 email 同埋電話，歡迎聯繫邱先生。